演習咧都係好嘅。嗱，我哋以前都講過話，BC 省有地震，有一個唔同嘅口號講 duck cover hold， 即係話咧捐落台底遮住保護住，然之後咧就係遮住台腳咁樣，類似咁嘅口號。咁呢啲喺學校 lockdown 咧，或者一啲襲擊咧，其實學校都有演習嘅，就包括咧就係 run、hide 同埋 fight， 即係話咧一有呢啲咁嘅暴力咧就要走或者走唔到咧去咗地步要病，甚至乎咧去到最尾咧就係要反抗。咁其實呢啲咧喺個我哋講呢一個教育或者係訓練咧。口號式嘅容易記咧係重要嘅方式嚟嘅，咁你見喺呢度咧已經見，仲有一樣嘢就係 BC Alert， 呢個要讚嘅，呢個喺我諗都有10年8年㗎啦嘅系統咧，而家佢就係因為有呢一個系統喺佢嘅小鎮咧，即刻啲居民都收到咧就話成個鎮 lockdown 呢一個信號嘅，包括就係我哋平時都會用地震，我哋會用呢個方式啦。咁呢一個 BC Alert 咧，其實今次咧都顯示出咧佢一個效用嘅。咁我覺得咧喺公眾嘅設施準備咧係做得好嘅。咁仲有就係話喺今次我哋見咧嗰個醫療人員同埋嗰個反應咧都係恰當。當然如果佢自己本身有呢啲咁嘅設施當然好啦，但係一個咁少嘅細鎮咧裏邊咧。都可以咁快提供到咧，係重要。咁喺琴晚同埋今日咧，如果我哋嘅官員上去支持，無論係省同聯邦咧，去支持呢啲小鎮咧，都係重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有其時係天災啦，呢個就係人禍啦。好多時咧，官員咧都會喺恰當時間先去，就唔會阻住當地一個救援工作嘅。咁呢一個喺呢一度咧，我覺得。對居民嘅支持，尤其是喺一啲我哋講係 healing 對一個心理嘅復原咧，同埋抒發咧係重要嘅一環，得到大家嘅支持咧，我覺得係重要。咁所以呢兩日咧，喺唔同嘅政府官員咧去到，更重要一個位置就係話睇一個服務係咪到位。如果唔係嘅咧，就應該咧加強，因為事實上喺官員喺省聯邦咧點樣去協助一個小鎮復原咧，同埋各發生嘅事嘅保障保護夠唔夠，嚟緊嘅恢復嘅呢啲服務做得夠唔夠？我覺得咧，官員去到除咗支持外咧，佢觀察睇嗰個服務到唔到位咧，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喺聯邦層面咧，國會下議院就尋日取消咗原定嘅議程啦，改為全體嘅議員默哀啦。總理卡尼咧亦都發表悼詞，形容呢一個 Cambridge 槍擊事件令全國震驚同埋哀痛，亦都係下令全國嘅聯邦建築物下半旗7日致哀。佢本人亦都取消咗原定去到哈利法斯同埋去德國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嘅行程。而保守黨黨咧亦都發表講話咧，就話咧不分黨派咧，全國民眾都將會支援受影響社區。我都想請教下 Ken 啦。咁講緊聯邦層面嘅話，喺政治同埋政策上咧，會造成啲咩影響咧？今次呢個槍擊案喺聯邦層面咧，其實咧就係喺今次嘅發生咧，如果有一啲報告內容同聯邦嘅服務有關。當然未必係直接嘅，因為喺醫療喺個保安方面咧，喺省係直接嘅。但係喺保安同埋槍支管理呢個咧就係聯邦喺個刑事方面嘅。咁當然咧就係都係要留意到啦。但係我哋講到醫療咧，其實喺個三級政府嘅範疇咧，呢個係喺今次唔係直接係去反映，反而係間接反映，就係話。喺省嘅醫療服務，一啲同埋提供嘅長期服務夠唔夠咧？精神康復呢一類咧，都係我哋所講嘅。咁呢個都係喺聯邦層面咧需要係做到。咁所以再就係話 RCMP 喺一啲小鎮點樣提供到一啲治安安全嘅服務咧，其實都係今次咧。嗰個係咪經得過考驗咧？我諗呢個都係
咧，我有幾多小鎮，同埋如果大家今次睇到咧，就係話我哋 BC 省內咧，其實有不同嘅地理環境咧，嗰個交通啊、嗰個點樣連接咧，都係反映到咧點樣提供服務都係重要一環嚟嘅。咁所以我哋講Timber Ridge 啊、Dawson Creek 啊呢啲咧，其實喺我哋嘅省嘅收入咧，大家可能唔知，其實喺木材方面咧，同埋開礦咧，Timber Ridge 咧其實係開礦嘅，其中呢啲咧都係提供緊我哋 BC 省嘅稅收、加拿大嘅稅收嘅，但係個服務係咪真係提供到一個恰當嘅比例咧？呢個咧都係我哋其他地方咧值得去考慮。喺呢一啲基建啊，點樣去提供到咧，俾當地嘅居民佢有貢獻啦，交咗啲稅收或者係一啲基建一啲出產啊，咁我哋係咪俾翻恰當嘅服務佢哋咧？其實呢啲咧都係喺不同嘅環境下咧，我哋睇到嘅。咁我哋尋日都見到啦，喺呢一個嘅 Timber Ridge 當地咧，尋晚亦都係有一個嘅悼念活動嘅嘛，省長雲大衛同一啲嘅聯邦人士咧都係有出席到。咁啊，雲大衛喺呢個悼念會上咧，亦都係表示咧，受害人都係一啲可愛嘅小朋友喺充滿愛同歡樂嘅環境度翻學嘅。但係如今咧，就有一啲嘅受害人咧，正要喺醫院嗰度同呢一個死神搏鬥，亦都有人咧係不幸喪生。咁啊，形容當地民眾展現咗堅韌不屈嘅精神，就話省府咧會盡力幫助當地。咁啊，而喺記者會上，雲大衛都話咧，佢已經聽取咗皇家騎警專員有關警方同槍手接觸情況嘅匯報，亦都同呢個北部衛生局聯繫嘅。咁啊，目前咧係有13名嘅醫護人員咧係去到呢個特布勒嶺嘅，咁啊強調咧希望盡一切努力去到了解事件嘅真相咧，最終係防止呢一個悲劇係再次發生。咁我哋尋日亦都見到一啲嘅報道，例如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嘅報道都提到啦，喺今次槍擊案發生之前咧，當地最為引人關注嘅問題咧，講緊就係原先呢一個嘅醫療資源不足嘅問題，亦都咁啊呢啲嘅問題咧，除咗正如阿 Ken 剛才有提到啦，亦都涉及到省對於呢個嘅各地衛生部門佢哋嘅支持啦，同埋佢哋嘅管理啦，以及係例如聯邦對於各省嘅一個醫療方面嘅轉移支付啦。咁啊，而講緊治安嘅層面咧，亦都有個槍械管制嘅問題。隨住案件更多嘅細節公諸於眾咧，相信咧今後會有更多關於醫療、關於精神健康同埋犯罪以及槍械問題相關嘅討論。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相關議題。逢星期一至五下晝1點 FM 947點播，華山3分鐘，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團體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獨立製作，周華山博士主講及授權播出。學習做自己嘅生命教練，以身作則，彰顯生命嘅價值同美麗。華山3分鐘由加拿大義工團體贊助播出，並紀念馬桶老師黃偉全先生生前為自在社作出貢獻。時事即黃亮君，繼續關注一啲本地消息，講緊喺大灣區地區咧，有本拿比居民係發表前會啦，就抗議2項計劃興建嘅支援住房同收容所計劃嘅。咁啊，受爭議項目咧，包括位於 Imperial Street 嘅50單位複合護理房屋啦，而位於 Gilmore Diversion 計劃容許吸毒者入住嘅收容所。咁啊，有反對人士就表示咧，居民咧並唔係唔關心弱勢社群，而係擔心兜門檻模式容許院內吸毒者，將會導致毒品問題滲入社區，對鄰里造成傷害。咁啊，對此咧，省府方面咧，省房屋及城鎮事務廳長貝麗儀就話咧，我個煮水餃俾你食啦，好嘛？How many you want? 10 is okay. 社區嘅關點，同時強調全天候收容所咧有助聯繫醫療與社會服務嘅。咁啊，而講緊啊係省嘅毒品非刑事化試點計劃係結束之後咧通過。可能你係咪食緊嘢啊？係啊。哦。
好飲湯啊，飲生飛枝啊，或者啊。等陣啲面流晒啊！